據北宋太平寰宇記記載，地處珠江口嘅呢一片島嶼，因地多神仙花卉而得名香山。南宋紹興22年，香山正式設縣，開啟咗800餘年嘅歷史。呢一片土地上最著名嘅名字之一係孫中山。清朝末年，佢從翠亨走向世界，踏上救亡圖存同振興中華嘅征程，最終點燃咗辛亥革命嘅熊熊烈火，推動咗中國社會嘅變革。1925年3月12日，孫中山逝世。1個月後，4月15日，廣州大元帥府通過決議，將佢嘅故鄉香山縣更名為中山縣。呢個唔只係對孫中山嘅緬懷，更令中山精神成為咗共謀民族復興嘅紐帶。海外華僑紛紛以中山為名建立會館，維繫家國情懷。中山更名以後呢，我們獲得了很多的資源，給中山未來的發展打下了很深的基礎。無論是人才的培養、教育的發展，還有經濟的發展，都是帶來了非常重要的變化。尤其是城市的建設，在20年代開始突飛猛進。從香山到中山，地名變咗，但文化脈絡未斷。今日嘅庶民西路仍然保留住香山古城嘅肌理。一紙更名令，承載住百年記憶。香山與中山喺歷史嘅長河中彼此映照。